少。哇！呢套房係一期水立天64平啊，東南向嘅一頭啊，總價係25萬就可以攞落嚟啦。朝南嘅東南向睇小區迎人景觀嗬。70年省旗紅本製手嗬，所見即所得啊，保養到93%嗬。即係打開呢個門也比較通透，水南天呢個小區生活非常方便咯，即係落去旁邊即係行路5分鐘就市場啊、海鮮啊、牛肉啊，乜嘢都有得買，水果啊，仲有交通一期交通中心去深圳嘅留巴士，你只用房睇睇嘢係對咗小區中間嘅，即係比較安靜咯。然後呢海邊沙灘行到10分鐘就到啦嚇。業主紅本製手冇欠窮，即交錢即可以過戶啦嚇。洗手間，廚房仲帶到個陽台呢個後院，細明知㗎嚇，2房67平，即係冰箱乜嘢都配設俾你，空調，客廳有空調，房間都有空調嗬，一家人、2個人、3個人嚟住啊，過冬啊，北方朋友過冬啊，養老都可以啊。過嚟度假都可以，有興趣用我關注我，了解更多選項啦，拜拜。